爹哋，你以後揸車唔好再跟車太貼啦。哇，真係唔好跟車太貼，又出事啦！8號晏晝 ，Flash 又有人影到喺港島嘅日式超級市場入面展開咗一場無差別 MMA 啊！網上面嘅留言係咁講嘅，懷疑因為排隊期間2位女士發生咗碰撞，一個講普通話嘅阿姐一手就推翻咗車仔，仲惡人先告狀話有人打佢。你侮辱我啊！侮辱你係點啊？唔通你咁侮辱我啩？戴帽嘅女士都唔執輸，想上前還手，不過阿姐左一腳右一拳咁推人，戴帽嘅女士根本唔係佢嘅對手，咁啊唯有拎住架車仔諗住推埋個阿姐度啦，點知阿姐一個反轉擒拿手，又輸。2個女人你推我撞，不過似乎都係阿姐氣勢大啲。嗱，就喺呢個時候，神秘嘅超級市場職員出場啦。不過佢似乎冇理過阿姐，係咁要求戴帽女士冷靜。期間阿姐仲不停加鹽加醋，話戴帽嘅女士打佢。你打我先啊！你講到聲，你快你地下啊！做咩話我？你頭先攞嘢，佢倒晒我啲嘢啊！之後撞我隻腳。就咁睇條片呢，就同阿姐講嘅好大出入噃。但係職員一於少理，網民講得好啱啊，直頭當正佢係戚秦氏啊！我咩都唔知道啊！嗱，咁當然就係賠錢啦。唔少網民都話戥佢唔抵啊，仲話隔住個芒都覺得女士委屈。嗱，有啲網民藉住呢件事就想投訴片中呢位男職員啦，更加有網民乘機爆料啊，話呢間超市嘅職員呢，平時態度就係咁差，仲話呢位男職員嘅真正身份其實係便衣保安啊，所以發起投訴行動。嗱，超市呢邊呢，暫時就未有官方回覆。影片雖然呢暫時未有前文交代啊，但係好多網民就戥戴帽嗰位女士唔抵啦。呢件事就話俾我哋知，保持適當嘅距離，跟車太貼，好易發生意外噶。踢拉踢盡香港熱話新聞，請多多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踢拉各社交平台，支持踢拉繼續營運。